餐厅门口有真侪人咧排列，这个鸡腿多煮好尔，有够香。台东这间30年的老店，那观光客真介意，连在地人嘛真推荐。永年伫过年时啊，拢有真侪人来咧排列。今年呢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袂少人出去佚佗的计划有变数，服务业者唔敢找人来斗骹手。对，因为这种状况，我每年都会有，尤其是今年应该会特别严重。因为今年的假很长，你不能说你找那个不会的来做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新手来做也不行啊。就惊讲人无遐济，所以讲唔敢加请人。业者呢，想要维持人力，保护品质。同款伫台东，这主打围炉的餐厅本来有真个订单，即马嘛有人促销。2桌对。那为什么剩下1桌？那就因为那个亲戚疫情关系不敢回来。那也有是桌数缩减的部分，那还有包括尾牙宴啊，很多公务机关都是全数取消的。烦恼疫情唔敢转去，这个主文呢有减真侪镜头来到宜兰县，大家有本土的个案，那呢过年时啊，民众敢敢去算？有点差，不会啊，自己做好功课就好了。目前在过年前的这一段假期，大家将近有30%左右的退房，这样过年时候大概目前退房机制是1至2成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唔那打乱观光客出去佚佗的计划，嘛好饭店、餐饮业者生意受到影响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